天大圣的面前可没有你的作为。大闹瑶池后，猴王下凡离去。什么味道？如此诱人！这就是酸爽美味的奥秘。命你带领10万天兵天将，定要捉拿妖猴见我，遵旨。大胆猴头，敢搅乱王母娘娘的蟠桃盛宴，还不拿命来！尔等莫怕，俺去就回。严选大宴借菜，2次发酵，双椒提味，漫味精炖，鲜香入味。偷偷拿面来！这酸爽诱惑难挡，酸爽看得见。哎呀！